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6月初9。今仔日的经文就是诗篇108篇，撒母耳上卷第9章第1节到14节，路加福音第11章14节到2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蒙福，还是讲得福受祝福安尼吼。撒母耳伫当初时的人的心目中被称作神人伫圣经的记载，也是讲伊是先见也是讲先知的意思吼。我会记这细汉的时阵爸爸妈妈拢伫厝里拢讲日语啦吼。若对伫医生啦，对伫老师啦，是讲迄个受尊敬者，因拢会称呼做先生吼。也是讲对即个先辈啦吼，也是讲即个年长的人啦，也是咱讲学长啦吼，咱拢称作先辈吼。即种当初时对人的称呼，亲像对先知的称呼，讲伊先见共款啦吼。不过较无共款的，就是讲即个先知呢是有上帝的呼召吼，是上帝的奴仆啦吼，这是较无共款的所在吼。上帝的奴仆，上帝的使者，伊的受呼召的目的是甚物货？当然，咱知影是要互人得到福气。好，亲像当初时，上帝呼召亚伯兰来军队伊的时阵，嘛安尼甲伊讲伊要得到福气，要成做大国嘛要因为伊来互别人受到祝福吼。所以不但是要来得到福气，也是要互人得福，也是讲互人蒙福。中文讲蒙福啦吼。今仔日撒母耳上卷第9章的记载，咱看见这段的记载无介长，但是事实上是一连串的祝福来组成的啦吼。咱看见讲吼，经文记载讲利亚无去所以扫罗的爸爸找见伊甲罗邦去找利亚，所以扫罗呢甲因厝里这个罗邦呢，就成做这个家庭的祝福。当扫罗准备找拢无准备要打道回府的时阵吼，伊的罗邦就想讲，这个庄头疏忽有一个新人啦。所以会当去请教这个新人看要去倒位找利亚啦吼。所以这个扫罗的家仆就成做扫罗伫这个找利亚找袂到的时阵一个祝福，因为伊想到这个庄头疏忽有一个新人，所以因就要来去找这个新人因伫路咧行的时阵呢，拄遇到一阵查某囡仔咧抢水，因就问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甲指点，讲这个新人拄则过啦，安怎安尼吼，所以这个查某囡仔就又搁成做扫罗甲伊的奴仆的祝福。伫这个一连串的代志要来完成，就是讲上帝透过济无共款阶段的人，呼召无共款的人来甲伊做伙完成伊的计划。这个计划一连串的事件是迄个基础，就是伫顺服顶悬啦吼。每一个人拢尽伊的本分，拢顺服，照着指令来做。来完成这个一连串祝福的事件。每一个阶段的人，其实拢成做新人，就是上帝所差遣的人。
拢是上帝所差派伫每一个阶段做无共款的代志，伫每一个角度做无共款的代志，做伙来完成，也是讲做伙甲上帝同工完成上帝计划啦吼。上帝差遣独生囝耶稣基督，诚侪世间人的救赎，就是要爱互人得到福气。咱参像约翰福音3章，咱即节的经文16节17节讲的讲，上帝是要叫一切相信伊的人，未得到灭亡，反倒爱得到永生。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代表，是神人，是人子，是基督，所以借着上帝的气力，伊要来帮助人，来医病。来赶鬼，来互人得到医治，互人脱离迄个邪灵的困扰。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咱看到耶稣基督互人得到福气，其实伫迄个论证的中间，看到迄个有人怪伊讲伊是别西卜派来，根本就无可能嘛吼。所以，照咱所讲的种即个请鬼提药单即个概念啦，吼，其实是袂通的啦，吼。虽然当初时有真侪人质疑耶稣，但是即种逻辑袂通的思想，实在是混乱的质疑，造成真侪即种认知的混乱。其实，即种的情形到伫现代也有。我看，咱来看即个台湾最近发生即个防疫的顶悬，即人是思想混乱。比如讲某一个党，因一面反对疫苗，讲着爱买中国的，一方面却是去烧抢去煮预防针，甚至违反规定，独立家己的人。互真正需要的即种医生护士，有一人拄啊袂得。一方面对于政府乌白乱输骂，讲政府无赶紧取得疫苗；另外一方面，佫怪罪日本赠送的无够济。去年因怪讲政府无积极来培养家己国家的疫苗的生产。现在却是将即个国家疫苗的生产计划甲污名化，即个伫要通过进前，就有人伫咧讲无可能过吼，这拢是真乱啦吼，拢是真乱。这个代志毋是会当互人得到福气的代志。这是咱正着现代来反省的一个角度啦吼。到底什么款的人会当来互人得到福气？什么款的人才是得福的人？这是咱伫信仰顶悬爱思考反省的。耶稣讲，迄个听见上帝的话、遵守的人，伊才是真正有福气的。上帝的话今仔日怎样对咱讲？什么款的话代表邪灵？乌白乱书讲，前后不一，利用职权独立家己，即种的人当然毋是上帝所差派来互人得到祝福的啊，敢毋是安尼？这个人就亲像耶稣所讲的迄个后来搁入来变得奴派吼，伊也就是安尼邪灵安尼吼。其实真正愈来愈歹啦吼。伫疫情真正真歹控制的现在，咱要诚侪人的祝福，咱只有爱去遵守迄个规定，照着即个接受疫苗的次序来做，配合政府的防疫的政策，减少出入公共场所，戴口罩，爱较常洗手。爱消毒，亲像安尼，愿意遵守上帝原则的人，佮愿意遵守即个地面上上帝互咱防疫的即个单位，互咱的法令，即种的人才是真正受祝福的人。
这种无自私的人，才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6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8篇，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第1到第14节，路加福音第14章14到2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撒母耳记在当时候人所记载的撒母耳，在当时候呢，是人们心目中的所谓的神人，他是被称为先见，先见就是先知的意思。我记得小时候父母亲因为受日本教育，常常在家里他们就用日语对话，那常常听他们对医生啊、老师啊，或是这种比较位尊的人呢，都会称呼他们神社啊，或是对所谓的先进啊、对年长者啊，或是我们在讲说像学长啊这样子，都称为所谓的神拜。那就如同当时候在旧约的时代、先知的时代，或是士师的时代，当时候的人称呼先知啊，或是像撒母耳这样，他们称为先见，这是一样的。比较不同的是，先知先见跟前辈不同，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呼召，他们是上帝的仆人。那我们说，上帝的仆人、上帝的使者，他们受呼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使人得福，如同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一样。上帝告诉他说：“你要成为大国，然后众人要因你而蒙福。”我想不但是蒙福啦哈，自己要蒙福，像亚伯拉罕一样，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要使人得福，或是说使人蒙福哈。在今天的经文上面，撒母耳记上卷第9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记载，其实是一连串的祝福所组成在一起的。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驴子不见了，所以扫罗的父亲呢，差遣扫罗跟他的仆人出去寻找驴子，可是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啊，但是呢，他们都出去了，所以这2个人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因为驴子不见了，驴子带他们说是一个财产啊，他们要去找，那就是一个祝福了哈。那当扫罗找了半天找不到的时候，他就有一点失望啊、气馁啊，他又担心他的父亲会不会这个开始是担心驴子，现在担心他啊，所以他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呢，他的仆人突然间想起了他们所在的这个村庄苏佛有一位神人。他可以说可以去请教这个神人，看看要去哪里找这个驴子啊。那这个时候，扫罗的家仆就成了有一点失望，想要回家的扫罗的祝福。他们就决定去找神人，可是他们地方不熟啊，他们就去走路，然后就看到一群女孩子在打水。他们就问女孩子，女孩子就给他们指点，所以这个指点他们的女孩子呢，也就成了扫罗跟他的家仆的一个祝福。在这一连串的事件当中，其实上帝他自有他的安排，他呼召了每一个阶段不同的人成为其他的人的祝福，很多的这种祝福的蒙福的事情组在一起的时候，就完成了上帝的计划。
撒母耳成了扫罗他们的祝福。不但如此，上帝透过这一连串的事要完成他的计划，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奠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顺服。因为每一个阶段的人，每一个角色，他们都顺服去完成上帝交代他们的指令，说这个做那个，一起陪着做哈。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连串的祝福事件。每一个阶段呢，都是这些人，每一个阶段的人都是神人啊，因为他们都是属于上帝所差派的。虽然在每一个阶段他们做的事情不一样，也许他们的位阶不同，他们的身份不同，但是他们一起受呼召，一起跟上帝同工，一起要完成上帝的计划。上帝差遣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成为世人的救赎，就是要使人蒙福嘛，他是以马内利，对不对？如同约翰福音3章我们非常熟的经文16节到17节就这样说到，说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不是要害人啊，上帝要拯救人啊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代表，凭借着上帝的能力来帮助人的，凭借着上帝的能力来医病，来赶鬼，来使人得医治，也使人脱离邪灵的困扰，就像今天的另外一个经文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的一样。耶稣基督使人蒙福，当然不是透过所谓的别西卜，就是撒旦的鬼魂的能力。正如我们昨天说的，有些人是请错人就请鬼拿药单了哈，这是行不通的哈。即便当时候很多人在现场质疑耶稣，他们说耶稣的权柄是从别西卜来的。其实这种逻辑是非常混乱的哈，不通啊哈，逻辑混乱不通的思想，这样的质疑会造成当时候的现场的人的混乱。那基本上呢，现在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评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思想上面的混乱。比如说我们在面对疫情，台湾面对疫情的这个当中呢，有人一面反对疫苗，一面却抢着要打疫苗，甚至违反规定图利自己的人，让真正需要打的所谓的医生护士呢，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另外一方面，他们又谩骂政府说没有赶快取得疫苗，却又批评日本赠送的疫苗不够多。去年呢，责怪政府没有积极的发展国产疫苗，现在却把这个即将要通过审核的国产疫苗呢污名化，甚至那个报告都还没有出来，就有一些人就说不可能过甚至退出这个审核的小组。我们以上描述的像这一些人在台湾面对疫情当中这种很奇怪混乱的思想，这些人肯定的不是上帝所差遣来使人蒙福的人，甚至这些人的思想言语其实是害人的。那我们必须要思想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使人蒙福，什么样的人才是蒙福的人。耶稣说，那听见上帝的话而遵守的人才是真有福的。上帝的话今日如何对我们说？上帝的话代表了巫灵又来了，还是那些鬼扯这当然是不一样的哈。有些人利用职权图利自己的人，当然这个也不是上帝所差派来的。
这些人如同耶稣基督所说的那个污鬼出去又进来，后来进来的更坏，越来越坏，真的。在疫情极为难控制的现在，人们其实真的只要有遵守上帝的规定、上帝的律法，或是CDC 的规定来照这个顺序来接种，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少出入这个公共场所，戴口罩、勤洗手，这样子愿意遵守上帝原则的人，遵守防疫法令的人，其实才是真正有福的人。这些不自私的人也才能真正成为其他人的祝福。